年主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是第2堂华语的礼拜，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我们松年团契的长辈跟我们一起参与礼拜，他们也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有献诗的服事，也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不论是年轻的一代，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年长的一代，我们都可以在今天早晨礼拜当中彼此合一，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我们礼拜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为了今天的礼拜，为了一些事情，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祷告。首先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了你自己的心的预备来祷告，求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也打开我们的耳，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神安静我们的心，也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当中，我们可以真实的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今天早上的预备心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啊，感谢你，主啊，再一次的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外面来到教会里面时，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或许仍然有许多的烦恼，有许多的挂虑，但主啊，在此时求你平静下来，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主，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感谢你。我们也为了今天早晨的礼拜，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为了今天早晨礼拜所有的程序，为了今天早上所有的一切，我们来献上感谢，求神来带领，从礼拜的开始到结束，都有神的灵充满在其中。让我们透过礼拜的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环节，让我们可以更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来彰显。我们开口为了早晨的礼拜程序，为了早晨的礼拜，我们一起来献上祷告。哦，主啊，我们为了早晨的礼拜，我们来献上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透过早晨的礼拜，让我们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程序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祝福就充满在其中。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更多，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祝福更多在我们的里面。主，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感谢你。我们为了早晨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为了今天的敬拜团祷告，为了今天的诗会，为了今天的讲道者，为了今天的招待同工，为了今天的诗班，我们的松年团契的诗班，为了在教育中心的主日学的老师，为了这些主日学老师以及这些儿童，为了早上所有的服事的同工，我们来一起线上祷告，求神帮助，加添足够的力量，在每一项服事当中都带出好的果效。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早晨所有的服事同工，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了早晨所有的服事的同工来祷告，不论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岗位服事，主啊，你都拣选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大大的加添足够的力量、智慧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早上所做的一切的服事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服事。主啊，帮助每一个服事者，让他们在今天早晨全心全意的来服事你。主，感谢你将每一个服事者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来保守，求你来看顾。主，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一起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的牧区，为了我们教会的小组，为了我们教会的团契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教会所推行的每一个事工。特别我们已经进到今年的最后一季了，有许多的活动要进行，不论是感恩节的活动、圣诞节的活动，或者是有许多的事工在进行。求神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每一个事工、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小组，都有在这些事工的推行当中，都有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导。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牧区小组，我们所推行的每一个事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牧区，有许多的小组，你让我们有不同的意向、不同的看见，一起来推行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事工。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摆上的这些同工们，每一个愿意摆上的牧区小组。让他们所推行的每一个事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让他们不落空。主啊，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从你而来的能力，让他们所做的一切，主带下你的平安，带下你的爱，带下你的恩典在其中。主，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特别我们为了教会最近一直在不断推行的福音事工幸福小组来祷告，求神帮助每一个幸福小组，
让他们所邀请来的新朋友心都被打开，让邀请来的每一个新朋友都透过这样子的福音的事工，都可以认识这位真神，也帮助每一位同工，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或许会有疲惫，或许会有忙碌，但求神恩典足够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同工来用。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我们教会最近在推行的这个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福音的事工，在最近推行的这个幸福小组事工来祷告。主啊，求你加添足够的能力在每一个服事的同工的身上。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所预备的、所说的、所讲的，可以感动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每一位的新的朋友。主啊，也特别祝福这些新朋友，让他们听到这样子的信息，听到这样的诗歌，他们的心就被感动，他们的心就被打开。祝福他们，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得救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因为我们的教会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长职的改选这个重要的事工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在选出新的一届的长职，主啊，让他们可以成为主你所使用的精兵，主你所用的器皿，帮助教会，也帮助这个福音可以有更加好的扩展。主啊，我们一起来开口，一起来祷告，为了我们下礼拜的长职的选举一切的顺利，也为了这些候选的人，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为了我们下个礼拜的长职的选举来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求你在这一切的选举的过程，主啊，求你来带领，让一切的过程是顺利的。主啊，也求你来带领每一个要被选候选的每一位这个候选人，主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从你而来的意向，你的旨意，带领他们，让他们真的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帮助教会，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仰当中可以不断的成长。主，感谢你，祝福我们在这当中，谢谢你所带领我们，谢谢你时常的同在。我们也不仅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也为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祷告。在我们的国家最近也要有几个月后一个很重要的选举，就是总统的大选、总统的改选要来再一次的来举行。求神放下他的心意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人民的心中，也将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不因选举而产生许多的纷乱、许多的吵闹，也让我们的国家真实的看见主的心意是什么。也为了这个，在国际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动乱、许多的战争不断的发生，许多无辜的人民受到了许多的伤害。愿这位和平的主真的将和平放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放在每一个需要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个需要提出来代祷的事项，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同在，主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求你放下合你心意的同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主啊，也特别在选举的这段期间，有许多的纷乱，许多的争吵。主啊，求你放下你的平安，放下你的意志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而不因这样的选举使我们的国家产生分裂。主带领我们的国家放下的心意，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该如何的前进。主啊，为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发生许多动乱、许多不平安的事情，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了伤害。主啊，你是个和平的君王，降下你的和平，降下你的平安在这个当中。主啊，让他们感受到主你的安慰，主你的同在。主，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谢谢你，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喜悦的事情！主，这是何等快乐的事情！主啊，也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也在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用一颗热切渴慕的心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带着一颗喜乐的心，也让我们真实的知道，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不论得时或不得时，我们仍然大声的赞美你，仍然大声的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配得一切称赞、一切尊崇的神。主啊，愿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赐福在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赐福在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
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再次对主说，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
君王。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我们用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大声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凡事都有可能的神。阿门。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有你同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们一起拍手来赞我们的神。来唱，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
们相信在你凡事都有可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更相信，因为是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每一个时刻，不论得时不得时，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帮助我们，你都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高山低谷，也在当中看见你的奇妙的带领。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
是的，亲爱的父神，你是坚固的磐石，我们因为敬拜你，就与你有生命的连结，得到你丰盛的生命的力量。主啊，因为你永远要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我们今天迎接松年主日敬老会，我们看到许多我们所敬重的长辈，一起跟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赞美你，一起举手，一起站立。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神啊，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个敬老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的长辈当中施下美好的恩典，也让我们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长辈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的祝福。主啊，感谢你，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所有的侍奉蒙神悦纳。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同心来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一起来恭敬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诗篇71篇17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请会众一起来读。我从年幼时就蒙你教导，至今我仍然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现在我年老发白，上帝啊，求你不丢弃我。我向后代宣扬你的权力和大能时，求你与我同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赞美，要请松年团契献诗。献诗后，请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信心、智慧、乐松年。主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我要与你踏上十字架道路，我不后悔我跟随你，一生一世跟随你。向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不赎回。向门罗为首，向刚强我手，向悲伤为首，向喜乐。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在十字架里道路，我的家中何等光明，有时是我悄悄落泪，耶稣是我的安慰，万事回过怎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同明杯，向世界挥手，向众家握手，往前冲，不停留，往前冲，不停留，向世界挥手，向世界握手，向宇宙不停留，往前冲，不停留。是的，主，我的这一切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了。感谢你的宝血，感谢你的救恩。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给少年长辈一个热烈的掌声。特别哈，刚刚练口白的我们的老姐妹几岁？你知道吗？90岁。我们给秀芝姐妹，你站起来，我给你拍拍一下，来，秀芝姐来。啊，她还是用国语念呢，对不对？好，谢谢，请坐哈。那我先做报告，然后他们要先离席。我们的长辈呢，他们今天是松年主日，那准备了诗歌要献诗。我们的蔡老师特别教他们唱国语的，而且我们的秀芝姐还练国语的口白啊。那他们今天参加第2堂啊，牧师特别邀请，因为他们平常都参加第1堂，比较早来，比较早离开。我说请他们来唱，跟我们的华语礼拜的年轻一辈同聚一堂，这样稍微可以显示一下我们教会的生态，知道吗？有儿童，有青少年，有我们的社青，还有我们的壮年。那今天松年在这里，那就完整了哈。啊，我们真的谢谢他们的参与跟服侍，因为他们已经第1堂献完了，参加礼拜完，所以第2堂呢，啊，他们唱完诗歌，好音星又困了哈。他们到楼下吃东西、喝咖啡，我们给他们鼓励，拍手一下。好，兄弟，那你再站起来哈。啊，来，我们慢慢往那边移走，移动，慢慢的移动啊哈，慢慢移动。那牧师也做一个其他的报告，我们再来分享主的话哈。首先呢，就是等一下呢，我们在牧师分享完之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医治祷告哈。我们请我们的5楼还有4楼的同工预备心哈，还有我们的长老代祷团队，慢慢等一下我们在唱诗歌当中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为他们做医治祝福的祷告，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一个祷告同心，神要动工医治，好不好啊？那第2个呢，就是我们呢，在整个礼拜的流程，我们第2堂虽然长辈比较少，但是我们也会做一个敬老的动作哈。在现场有70岁以上，在名单里面有，或是客人如果你有
没有别上那个红花的，也可以再补一下了哈。要不然我们请你站起来，再给你祝福哈。好我们在分享主话以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今天是松年主日，是敬老会，我们特别看到我们这一群可爱的长辈，我们的松年团契，他们唱了一个感动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信仰的学习。是的，我们向一些负面的、软弱的、跌倒的挥手再见，但是我们要跟神的恩典，我们要跟喜乐来握手。是啊，我们人生在世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的心境转变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的恩典一起连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一切失败就要离开，因为我们有主可以依靠。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一起来勉励，求你带领我们下来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因为有松年跟我们在一起牧师讲的这个信息也跟松年有关但是我们在座年轻比较多了，但是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松年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信心智慧乐松年。那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不长，但是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是诗篇71篇，它是署名说一个年长者的祷告，年长者的祷告。那我们只截取了17跟18节，这位诗人向上帝祷告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信息分享也会再补充，那牧师就不在这边先做这个解释了那第2段经文就是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秘诀，怎么样日日更新，生命更新好，那我们看到说诗篇71篇，它是署名叫做年长者的祷告诗。那到底祷告什么？我鼓励我们在座的兄姐呢，那有空回去的话，可以把整篇诗篇71篇，一共24节，简短的读1-2遍，你会领受到一位年长者他跟神的祷告那一种很深刻的一个生命成熟，跟神一个信仰的结合那个美好。也许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碰到像这样的长辈，那他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诗篇它整篇有这2-3个重点。第一个是，他是一个寻求上帝公义的一个长辈，他其实是在他写诗的心境是一种遇到人生挑战的时刻，不是说好像我已经退休了，我的人生充满了圆满了，我可以好像含饴弄孙也可以这样游山玩水快乐，不是，他是碰到生命的绝境，他是生活遇到压迫，所以他在审视自己的信仰，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挑战？到底神是存在吗？神会照顾我吗？这是他信仰的挣扎，但是是一个正面的对神的一个信心跟应许所以他前面是先讲到说，他来到耶和华面前申诉，求上帝的公义来保护就是他的第2个重点。第3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还跟神说，你要主持公义因为我现在人老了没有什么能力了，但是呢，我有权利要求合理的、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说被人家看作没有。我们台语说没路用，我们听到一句话的老灰现在比较少讲了讲了老灰好像觉得一老什么事都一无是处，不是，他是一个对自己有信心，也对神有信心的一个长辈好，那我们做空今天读的这经文71篇的17到18节的重点标题经文它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第一个，他跟神诉求说，我对神的信仰是一生的坚持，我是一生的坚持，而不是说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临时抱佛脚，遇到困难了才要找神平常顺利的时候都忘记了连做礼拜也觉得可有可无以我自己的感觉需求为重点。他是这样跟神祷告说，从年幼时就蒙上帝的教导，
表示他的信仰是源远流长的，他是一贯的、整体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而且他还跟神告白说，到老年的时候仍然传扬上帝奇妙作为。表示他一生的经历，不论是顺境、逆境，或是遇到挑战，或是非常的风光的时候，他都一直记得上帝的教导，而且他一直在宣扬神奇妙的作为。我想你会鼓励，或是你会分享说某某人他很棒、很有信用、很好，你会一直对他有信任，你才会讲这样的赞美的话嘛，传扬的话。如果他这个人这个互动不好，或是平常也没有什么往来，你大概不会赞美他嘛。但是他对神一直持续的这一种坚定的信仰，而且是从年幼到现在，表示他的信仰是经过传承的，是经过我们说经过这个精心的就遇到火炼他都不会退缩的。尤其他在写诗的这一段时间遇到的困境，更显示他信仰的重要。好，第二个重点是，他因为遇到困境嘛，遇到艰难嘛，所以他就跟神祷告，求神保守。他说：“现在我年老发白，上帝啊，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不要丢弃我。”丢弃表示说，我遇到困难，我不能丢弃神，但是神你也不要丢弃我。有人遇到困境，就会怪东怪西，要么就怪环境，要么就怪我遇人不淑，要么就觉得别人对我不好或是甚至连神也怪罪下去了，好像觉得我的一切不顺利都是别人的错，我什么都没错。常常这样子，我们也不能说他的情绪不对啦，但是通常这样的人一直会活在痛苦当中，因为他根本没有改善的机会。因为外在的环境你不改变他，他就改变你所以这位诗人他的信仰非常的清楚，他知道现在遇到困境，但是求神不要丢弃我，因为求神不要丢弃我，其实某一个角度是自己丢弃自己你放弃自己，那你就没有机会追求，没有办法寻求了。但是求神不要丢弃我，要先你自己说，我也不能放弃我自己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除了怪罪环境、怪罪别人之外，连自己也怪罪下去，那等于都没有改变的机会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呢，很多人他所以会从低谷爬上来，是因为他觉得永远坚持的那一个盼望，坚持那个信心。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这个社会职场上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所谓的一个变化。原来我的强项变成现在这个社会不需要了，你会遇到很多低谷那我们怎么样像这个诗人，他一直坚定对神的信心，求神不要丢弃我，但是我先不要丢弃我自己，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他来存着盼望，而且他还有一个愿望跟信心，说要传扬上帝的作为。一般人在顺境的时候，哇，赞美的话讲一大堆，哇，上帝多祝福我，让我有生活多顺利啦，我工作多顺利，我考取什么样的职位啦，都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满意。但是当困难的时候，会连神都怪罪下去。但是这位诗人在困境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向后代宣扬你的权力和大能时，求你与我同在。”他虽然不是在顺境当中，但是他仍然坚持说：“我要将这样的信仰，要这样的信心，对神的信靠，要把它传扬，因为他经历过神的大能，经过神的权柄，我要把这个传扬给后代。”我觉得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做长辈的都很关心自己儿女的信仰，对不对？或是你的子弟，或是你的后辈。但是我们常常习惯性的会用一种权威或是权柄，好像你是儿子，你就要听我的话；你是女儿我就要训你这样子。但其实
效果不一定好。你注意看诗人怎么讲，他说：“我对我的后代传扬你的大能跟作为的时候，求你与我同在。”这个是一个关键点，一个重要的扭转点。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一直觉得一时兴起啊，就责怪孩子不来做礼拜，责怪孩子不读圣经，责怪神都不祷告。这个有时候是我们出于常情啦，就像我们跟孩子训话一样。但是记得，信仰的事情不是用训话来的。我们要跟神祷告，神啊，求你跟我同在。当我讲的这些话变成神的语言、上帝的话语，让他听下去，而且心开了啊，这个是很奇妙哦。很多人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推动幸福小组，对不对哈？哇，他很用心，我看到每一组哦，哇，他卯足全力啦，哇，每一组都好几十个人。我还看到我们那个我们教会的小组哈，特别是我们的我们的果真幸福啊，上个礼拜来了40-50个，就快一个教会的人数了，哇，那好热闹，对。但是我们常会看到说，反正邀你最亲近的人，他不一定要来，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你跟他讲属灵的话语，讲信仰的事情，他会觉得好像一种自动关闭他的门了。所以反正一个原则，这个诗人很清楚，他知道要跟后代传扬神的大能跟权力的时候，是圣灵的同在。当你因为圣灵同在，你讲的话就产生效果。所以这一个年长者他怎么样经历这样子呢？他后段其实我们今天只用了17跟18节。我们如果看到后面，他会遇到什么困难？他怎么跟神祈求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它的后半段的经文19到24节，他诗人更进一步表达他对上帝的信靠，以及身体恢复元气，生命更为壮大的一种祷告。所以在不顺利、不是顺境当中，他竟然对神的依靠是仍然的坚定。那这是我们特别值得学习。何况他是一个老人，已经可能失去权力了，或是没有他足够的体能体力了，但是他对神仍然重要的信靠。他怎么说？我们看经文19节，我们刚刚到18节嘛，对不对？他说：“上帝啊，你的公义高达云霄，你成就了大事，没有人比得上你。”他是对神的认识了。20节，他遇到自己的困境，他说：“你使我经历许多灾难痛苦，是你使我。”他表示他遇到的困难，神是知道的，神是理解的，甚至神是容许的。但是他怎么回应神？他说：“但你要恢复我的元气，你使我不至于进坟墓。”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信靠！因为他是在逆境困难，甚至可能生命随时消逝的境界，他还是这样的祷告。是21节，他说：“你要使我比以前更为壮大，你要再次安慰我。”表示他自己仍然充满了信心跟前进的勇气，而不是说老啦、无效啦、无路用啦、温故衰啦这样子。他没有这样子，他还是这样的壮大。他说：“我的上帝啊，我要弹琴颂赞你的信实，以色列至圣者，我要弹琴颂赞你。”我们知道赞美是要出于内心那种乐意、那种渴慕嘛，那种赞美。所以弹琴、歌颂、赞美是你心境的一个表达。心中哀伤，或是心中没有信心，唱不出好的歌来。我觉得刚刚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松联团契，对不对？他平常参加第一堂的，也是有敬拜赞美，但是第一个是用台语的，第二个他们参加的比较属于传统式的诗歌。但是我看到刚刚在跟我们敬拜团唱这些很轻快或是很热闹的敬拜赞美诗歌，他们也是这样拍手，觉得很感动，因为那个图画是非常美好的。那种是出于内心一种敬拜赞美，才会让神感动，让神悦纳。好，他最后跟神祷告说：“我赞扬你的时候要欢呼高唱，我要高唱，因为你拯救了我。”表示他不被现实所遇到的困境所束缚了，他仍然觉得神要拯救他，而且他要高唱，
他要高唱。哇，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难题，对不对？我们如果人生很顺利、很亨通的时候，哇，赞美100次我也乐意啊。但是你是在困境当中，你是在被压迫当中，甚至连生命都快没了，还能够赞美。所以很多基督徒会鼓励说，特别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特别甚至在病痛的时候，你不是唉声叹气，而是神啊，我要赞美你，我要高声赞美你。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是神拯救的那种心境的改变。其实有些人因为这样，这病就得医治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态度哈，而且他有这样的信心，我要整天诉说你的公义，因为想陷害我的人以失败蒙羞。他仍然确信神的公义会掌权，他因为赞美对神的信心，他遇到的困境要被排除，甚至害他的人也要失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很有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一个老年人的祷告，竟然还充满了这样的自信，或是对神的依靠。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座的很多都还不达到壮年或是老年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诗篇里面得到一个属灵的秘诀了。不一定是老年人的祷告，我们年轻人也会碰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秘诀呢，他所以会对神才产生这样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不是靠肉体。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第2段经文得到一个印证，就是保罗他在格林多后书4章16节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话语。他说：“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这是一个我们人遇到一个自然的情境之下，仍然保持生命旺盛的重要的理由。弟兄姐妹，特别在座的年轻人，你刚才大概没办法体会，人到一个年纪他的身体是一种不可逆的退化，或是年老，或是气力衰退。这个是在什么现代医学再怎么好，还是会只是比较慢一点，还是会发生。牧师也印象很深刻年轻的时候，因为体力不错又有在运动，觉得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在我们富强牧会，那个时候的牧师馆在就是独立的一栋跟礼拜堂是分开的就在那边有一次我发现说，奇怪了，我晚上在看电视新闻看到最后竟然打瞌睡了。我对自己感到很惊讶，我说：“我都还没到睡觉时间，我怎么会打瞌睡？”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觉说，不是一次，而是慢慢增加很多次，就知道说，好像我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很喜欢运动，打球那个时候体力好的时候，还很喜欢打羽毛球。羽毛球你知道那个场地要跑来跑去，哇，好厉害！觉得自己还年轻，但是没想到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整个膝盖痛得不得了。我说奇怪，我是不是运动伤害，还是没有保护好？但是没有我没有特别去外丢没有怎么样。一次这样，2次也这样，哇，糟糕！知道说我必须放弃打羽毛球，因为膝盖不听我的话了。因为一打回来就是酸痛好几天，那你再去打，你不休息又重复，那还得了？那只好放弃这个运动。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大概是在40岁过开始有这种感觉。那人的肉体，你可以好的生活规律、好的营养或是好的健康维护，你可以一直保持还不错。但是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保罗他很清楚讲，我们外在的躯体会渐渐衰败，我们是无法拒绝迎接老年的时刻。所以我们听到哲学家讲一句话说，人他用哲学话语说，人是一种迈向死亡的动物，听起来很消极，对不对？就是我多1岁生日，就是迈向死亡近一点嘛，对不对？他讲这样也没错啦，但是天天这么消极，那还用活在世上吗？我们看保罗讲的这句话，我肉体真的是这样子，
我会很用心保养，没错，但是他总是不像20、30岁年轻小伙子精力充沛，但是他知道说，我可以改变的，可以转变的是我内在的生命是日日更新的。请记得，这个事情不是在跟老年人讲，我们在座的年轻人，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的评论说，啊，这个年轻人哦，我们特别现代，中国也是这样子，很多年轻人不想去工作，他觉得工作再怎么拼也拼不过那些长辈啊，干脆在家，那种对人生没有盼望，或是说我要蜗居在家里面当宅男，不是说他这样思考不对，而是说，那这样的话，你不只是肉体在退化，连内心都没有更新，那才是最大的灾难呢。所以保罗这样子勉励我们是说，对了，我们找了一个秘诀。我们不会被这个社会现实面感到觉得啊，这个是年轻人的天下，那我什么都不对了，不是这样。因为当你内心更新的时候，你就不比年纪小的人差，因为你生命是新的，你的生命是充满了能力的。那我们要一起透过老人的一种反应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面，我们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长辈老年人哈。那我们期待我们家里的长辈，或者是教会的长辈，或者是我们社群的医院的长辈，他们是有一个信心、智慧、喜乐中年的年代。我们有看到那个美国有一个退休协会、退休人士协会，他们组成一个协会，他们就有一个标语啦，他讲一句话说：我们要服侍，而不是要被服侍。他们就是一个目标，说我们虽然退休了，我们是坐在那边赢要人家来宽抬我，没有。他说：“我们要自己来，我们要服侍别人哦，而不是被人服侍。”表示他们对自己退休的人生是充满了一个正面的规划的，而不是就老了就没用的哈。我们看到《论语》的述而篇有一句话，他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何？”这句话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了哈。我们做人，因为你发愤，你会有一个重点，有一个追求，忘食，连吃饭都忘记了，而且乐而忘忧，因为你充满了正面、积极、喜乐，忧愁就赶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人老之将至。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是什么样呢？有人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什么时候变老的？什么时候变老？不是因为你的年纪，而是你停止学习。你停止学习，停止追求，那你就是老了。你可能是30岁停止学习，你就已经老化了。所以不是用外在的年龄跟身体，而是因为你的目标、你的信心你的追求哈。那我最近看了1、2个报道很有趣，他说持续学习就永葆年轻。有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名人，也算是长辈，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要永远当一个好奇老人，因为一直学习就不怕老。”好像虽然在座的还很年轻，但是你抱持这种信念的话，你会忘记你几岁，你只知道说我还有什么新的东西还没学这样子。我看到一个介绍说，在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美学家，而且是文艺理论家。也许教联长的比较会注意看他的书，因为他比较属于理论的大师，而且他翻译的文笔很好。他到年老的时候才学俄文学到一个程度他就想要翻一翻从俄文翻过来的书，他就觉得说，这个连别人翻的总是觉得不满意，他就干脆把它重新把它修订。其中有一本很出名的马克思的哲学手稿，很多评论家说到今天觉得翻译的最到位的就是这位老的时候才学俄文的朱光潜先生。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他就是不觉得自己老这也是朱光潜年轻的时候跟老年的时候的照片因为我说的就是这一位。我们知道在牧师这一辈的人曾经读过这位简静慧女士，他们在年轻时代就推动一个基金会，当时在推广那个读书
还出了一本杂志，叫做《书评书目》。如果听得懂的人，就是跟牧师的年纪一样了。好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很少有书评的那个杂志，他竟然那个时代，因为他是国际牌的媳妇，然后他有钱又有闲就对，但是他不以自己的享乐为目标，他就是贡献社会啊，所以他现在已经80岁了吧，就是他还推动读书会，跟他的一群好友就推动一个叫不怕老的行动。他们年纪大了还是不怕老充满了一个学习的热忱。他们用什么4种他们的追求努力。他说要养心、养生、养生践行。这位简建慧女士呢，她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是穿着啦各方面都非常的很优雅，就对，她就不显得自己老，而且她还被文化部颁奖鼓励就是这一位就是简建慧女士她对许多社会公益做的很多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要面对现代社会的现况，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报道，牧师这个简要的跟分享说，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是怎么样？台湾已经是真的是一个老壮世代的台湾了。我们在2年后，2025年，我们就正式迈向世界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已经是超高年龄的社会，而且更严重的是，老人越老，出生越少。我们不是最近在总统选举，大家都在讲说，少子化是危机吗？对不对？国安危机吗？那我们是面对双重的考验呢。老年人突然间增加了很多，因为台湾竟然在9年当中就从高龄社会变成超高龄。那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在牧师这一代，我们这个叫做这个婴儿潮，战后婴儿潮，我们这一代呢，父母亲呢还没有绝育的观念，所以家里有5、6个、7、8个，生个10个也还很正常了所以家里那个孩子一大堆很热闹这个大姐要背小妹，要照顾小妹，因为爸爸妈妈没空照顾你你要自己生存就我们是这样来的。好了，台湾其实就这一代也经历到整个经济的改变，我们说经济奇迹也好产业奇迹也好，那这一群人呢到2025年，表示是说在1960年左右出生的就已经65岁了。6年是什么年纪呢？就民国49年出生的所以到这个年纪老年增到最高了。慢慢后来牧师记得小时候，我们就听到卫生局在推广说2个恰恰好，2个恰恰好，1个不算少。那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就知道说要计划生育。那这个也是当时台湾一个现象，但是没想到大家真的很认真执行，执行到最后现在年轻一辈，而且社会产业变化现在鼓励生大家也不愿意啦所以你看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都说我要怎么样，我们要鼓励人家生育再多钱大家还是会考虑到很多啦，不是像以前好了，那我们是说现代目前遇到的困境，政府有什么样的分析跟努力呢？我们台湾只花7年就迈向高龄社会，是全球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面对少子化跟高龄化夹击中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低。记得牧师这个年代的台湾人他们觉得提早退休是最幸福的，而且觉得我是有能力才能提早退休，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可能要到那个山区买一块地盖，甚至到台东盖一个民宿，都是我们觉得很梦幻的事，对不对很好的事。但是以前是这样的梦幻，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梦幻，因为我们的劳动人口在逐年降低，就是没有人工作，那你总不能老是请外国的劳工有一些产业是我们自己的人才有做得来，
所以牧师这个年代的人，很多人，特别是公务人员或是警察啦，哈，我碰到有警察，有的当老师的，50几岁就没事干了啊，天天去旅游，旅游到厌倦了，因为不知道去哪里玩了。今天回来，下一次要去哪里？也找不到好玩的地方。那以前是觉得好事，但是没想到，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寿命，平均余命哈，女生85岁以上，男生至少都80岁以上。如果说我们65岁退休，你还有10-20年，哈，除非有特别状况，有人是到80-90岁，那10-20年的事情你要怎么安排？那就是变成台湾面对这个老化遇到的挑战，少子化、老化又工作人口不够了。好，所以有分析说台湾的中高年龄的参与率很低，65岁不到10%。换句话说，像牧师哈，这个年纪还在工作的人呐，100个人才10个，咱牧师是10个之一啦，牧师是10个之一啊，其他人不知道做什么哈，因为政府就强迫你劳工要退休嘛，啊，除非你存够你的生活的经费，那就牧师判他的一些新闻很有趣啊，就说有些人都觉得啊，准备了一大笔的退休金，要快快乐乐的自己养生照顾自己，后来又想说我要住进去那个安养中心，可以有别人帮我照顾，那是很美好，或是说他的目标，但是最后怎么样？哇，活得太老，钱花光了，因为太老，本来预备的钱预算到几岁，现在都超过了哈。所以我们台湾的劳动参与率真的很低，可能这个产业界对老年人工作还是有一点观念改不过来，对不对哈？所以远低于日本、韩国跟新加坡。所以有一个简单的资讯我们就跳过。它就是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会出现40万的工作缺口哈。那台湾劳动市场2030年就会碰到说，我们的长辈才是人才库，因为缺工成为台湾人才的一个新矿产，就是我们要去找长辈老年出来工作，他可能不只是为了经济需求，他觉得我这样才有人生的意义嘛，我去服务别人，我去工作还可以赚一点薪水，那这个是变成台湾一个新的很特别的一个思考了，以前没有想到，现在变成想到了。这个资料也一样，到2030年，我们是中老年人的劳动人口比年轻人还多那就是很有趣。所以45岁以上中高年级生以后就变成台湾未来核心劳动力。牧师真的看到了，就是之前还没疫情的时候，有去到日本旅游的时候搭游览车经过他们的高速公路，它不像我们台湾老早就有 e-tag 没有，他们还是要过关呢，过那个缴费关口，竟然都是白头发在收钱，就反正他站在那边，体力够的话我在关注你有没有缴费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已经到我们这个年代已经颠覆新世代工作的思维。以前是我提前退休，人家羡慕我；离开职场，人人羡慕。但今天不是，因为平均余命长了。开始不想终日无所事事，因为你不知道干嘛开始慢慢有些人去工作，我就在家里面干嘛要玩要有劳动要去运动，也没有那么多，不用那么多时间吧所以重点是退休金不够花所以有人才开始在鼓励说，中老年人去工作是怎么样呢？维持身心的健康，保持活动力，活化大脑，而且会提升自己的信心，觉得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回到教会，我们觉得教会松联也会成为事工的自由。刚刚我们的松联团契在献诗你哪一个诗班的人数比他多？没有吧？我们教会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在周报里面写的敬老的名单还有2个漏掉，一共135个。那90岁以上我们已经有4个，那还算少因为之前还有那个嘎湾罪他有100岁，我们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100岁人罪。那牧师之前几年前在高雄的盐城教会牧会，它是一间老教会，今年已经100年了他们
前几天牧师看他们的周报什么写，他说他们一共敬老名单70岁以上的敬老名单几个呢？264个，260就一个比这教会还多啊，对不对？一般教会100-200个人就很多了。啊，他资料有写说90岁以上的有38位，90岁以上就是比我们平均余命还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老年人因为他有好的信仰，有好的心态，还包括做信仰，所以高寿的很多，就是寿星很多啊。他们也有两位是100岁的人瑞，其中有一位长辈，我跟他认识，他已经106岁了哈。我们教会有5位90岁也不错哈。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些事情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怎么样？家中一定有长辈嘛，你怎么让他心态慢慢会改变？觉得去工作不是老人搁咧拖老命，不是工作是让你有成就感，而且会有动力，不会觉得无所事事老是嗨餐不然很多老人就是买什么养生食品今天听这个广播买这个，明天买这个，哇，一大堆钱都花到那些没有用的，不一定有用，因为不是医生推荐的，是广告来的哈。好，那我们教会年长会有增加，所以他们变成一个服事的主力，而且我们也发现说，教会。我们富强教会觉得一个缺口是老年人在社区，我们怎么样去关怀他？有的教会在乡下一点，他们都设立老人关怀据点，或是一个老人活动，不是基督徒是这些社区的人可以来。但我们教会附近的环境也不一定一样，也不一定说这非做不可。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教会已经做老人事工做了很多，而且我们也发现说老年人更需要福音。我们教会的松年团契，或是我们的松年社区小组，很多人是退休后来教会才信主的。以前我们会一直觉得说，他们以前有这个民间宗教的背景、佛教背景，你要请他来信主，那多困难呐！他连插进教会都有排斥，但现在不是了。牧师在高雄也是一样，看到很多长辈来参加松年聚会，哇，觉得整个心情都开了，来受洗了很多所以他们更需要福音。那最后，我们觉得教会的长辈，或是你家中的长辈，他们希望有一个属灵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像圣经诗篇92篇14节所说的：“年老之时仍然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绿不衰。”是一种跟树常青树的一种对比。我们老年人不是因为肉体衰败，那什么都不对，而是我们继续在成长，继续在结果。第二个是像约伯记12章12节所说的：“年老的有智慧，寿高的有知识。”智慧跟知识不是年老就停止学习了。我看到特别长辈，他3C 用品用得很纯熟常跟他国外的孙子啦、孩子啦、视讯啦都没有时差嘞，很厉害。那有人就是说有一种排斥感，说用到这个东西我就不用，连手机都不用，他觉得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跟我无关，反正你要将就我就对了。那等于他就跟这个时代脱节了。但有人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他觉得有一个目标，我这几年要学什么，就去探讨去看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补习班或是怎样的教学单位，我就去学。特别很多人喜欢学语言语言就是会刺激你的脑波，让你觉得有新的东西进来。那鼓励我们在座的，虽然你不是还到那个年纪，但是那种心境那种追求是一样的，不是年老才做的。就像我们的诗人今天读的经文第3点，他说：“我向后代宣扬你的权力和大能时，求你与我同在。”因为他觉得神的同在，他就能够持续迈进，不会被时代所淘汰。期待我们教会的长辈就是这样，让人家敬畏的长辈，他们是让我们学习的长辈。你家里的长辈也一样的，充满了信心、跟盼望、跟智慧。我们现在要来举行一个医治的祷告，我们请在5楼、4楼的同工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觉得我们同心的祷告，就像这位诗人对神的信心。他说：“你要从我在这个低微当中被陷入困境当中，仍要起来。你要使我精力旺盛，你要使我重新再起。”这是一种信心的祷告。
这时候我们要唱这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我们知道这个是我自由的古华语版。我们如果有同工可以拿麦克风来代唱，那我们在唱的时候，请你不要客气，勇敢的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们一种信心的脚步来一起来做祷告。我们请代祷同工、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小组长预备心，我们不要客气，楼上的、楼下的一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是我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灵，不用客气，到中间来，不要客气。我的时光赶走我石头中的愁烦，不要客气，可以到中间来哦。可是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不要客气，楼上楼下都一起来。说我在唱你的灵啊，你的灵啊，你的灵啊，在哪里？不要客气，在前面哈，一排不要客气，到前面来。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小声，音乐小声，我们请到前面站的弟兄姐妹，你在心中先安静说：神啊，我需要什么样的医治？无论是肉体的、心灵的。我们跟神诉说，因为神要听到你的声音，同工会协助你一起做祷告。我们在轻轻的唱，我们请同工跟我们的受代祷者，我们一起来做沟通来报告。我们要开始做祷告，我们也请敬拜团一起来带我们这轻轻唱这首《一是我自由》，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在内心当中为你所关心的事，为你所关心的人，或是你自己，不要客气，也为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来做祷告。好，我们可以继续唱。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我们继续祷告，跟神祈求，使我们再从头唱一次，轻轻的唱，使我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我生活中的忧愁，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我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请一起起立好吗？请你起立，我们要一起唱这一首副歌。前面的祷告继续没问题，我们再一起唱诗歌，求神亲自应许他的医治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啊，一起来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轻轻的继续，牧师要邀请各位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你们将你们的困难、你的需要，用心
开口的跟神祷告。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我们有以下的代祷，包括我们在网络在视讯当中的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为前面弟兄姐妹他们的需求，神应许他们赐下医治，赐下奇妙的医治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个，我们为自己的身心灵健康来祷告，因为神要让我们健康来见证神的恩典。你也为你家中你认识的弟兄姐妹有病痛的，为他们提名祷告。还有很重要，我们在周报里面，你有看到很多名单，你认识他，你就提名为他祷告。特别我们为有遇到癌症细胞在攻击的弟兄姐妹，求神赐下医治，让他们经过疗程、经过医疗的帮助，能够早日恢复健康，一切不好的细胞完全被排斥。我们为这些事情一起开口同心我们也音乐继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奉你名来祝福我们在座前面弟兄姐妹，在高举神的医治。神求你赐下医治在他们身上，他们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有权柄的神，是赐下医治的神。我们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因为得到神应许，我们身心灵都得平安得健康，无论是肉体的病痛或是我们有慢性的疾病，或是我们有身心方面的疾病，特别是我们的心灵不平安，都求神赐下医治。特别我们为周报当中所报告遇到癌细胞攻击的兄姐，求主亲自掌权，在他们当中除去不好的细胞，换上有活力、有健康的细胞，让他们得到真正神的应许，得到真正的医治。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你的灵在哪里，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就得医治。后面来祝福在站到主面前寻求医治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肉体的病痛，或是心灵的软弱，主求你赐下应许，让他们看见神的医治领导他们，看见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显现。我们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祷告，求你赐下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健康，让我们的工作生活得神的应许。我们特别为周报当中所报告代祷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遇到癌细胞攻击的弟兄姐妹，主求你赐下你完全的医治，他们找到好的医疗团队他们所做的每一项的治疗都有功效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恢复活力、恢复健康、恢复神给他们一个健康喜乐活力的身体。感谢赞美主，我们确信我们的祷告，神怜悯，神要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同心在你面前，我们一起恳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请弟兄姐妹回座回座。我们要接下，我们要做奉献，还有敬老。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会众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施工报告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敬老的动作哈。我们第二堂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有好几位我们的长辈，应该是年轻的长辈我们请满族长老有没有？我们最明显看到就是伟勋兄，有没有？有伟勋兄的红包吗？我们请伟勋兄站起来。我们的长辈，我们送一个礼物做代表哈。好，感谢主，我们拍手，伟熙兄代表松年敬老，我们拍一下，看前面，看后面，来，后面来，照一张相，请这个照相机。对呀，年轻人跑比较快一点，来看前面来。好，我们70岁以上的长辈，请站起来，让我们鼓励好不好？楼上楼下都有哈，来站起来一下，我们拍手。那我们同工会一个一个看你的大名送礼物给你哈。上面也有上面。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他也是70岁以上，我们一个小礼物，请荣谦长老你楼上一个小红包给他，因为我们名单里面没有，但是我们也这样小礼物送给他哈。好，我们请坐。如果没有名单，看到名单可以稍微查一下资料我们一个小红包给他。好，那我们先慢慢来你们拿到红包再坐下或是说请同工他会找你的名字，因为他有署名的，有名单才有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石文执事来做消息报告。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请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7节。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自行留意。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举行松年主日暨重阳敬老会。第2，本会在今日第2堂礼拜后召开定期小会，请小会员准时参加。第3，小会公告，本会定在下礼拜主日召开临时会员合会，举行明年度长职轮休改选。第4，代祷团邀请兄姐一起来参与荣耀丰收的禁食祷告，为各项美好事工尽一份心力。第6，本会预定在12月3号主日礼拜后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请新就任同工预备性参加。第7，本会下一次圣餐及洗礼式定在12月17日举行。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请自行参阅。请看第6页，请继续为台湾还有本会的各项服事事工、福音，还有台南的登革热疫情来代祷。第7页跟第8页的奉献，如果有错误，请向财务部的同工订正。我们请
牧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做一个补充哈。首先，我们要介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我们请同工有名单吗？好，新朋友哈，特别我来介绍，有一位是刘继伯弟兄在楼上，欢迎他来参加哈，欢迎他来参加，刘继伯弟兄。他也是今天，他有70岁以上，我们送一个小红包给他。好，刚刚有送了哈。好，谢谢你来啊，谢谢，欢迎你。第二位是曾博凯，做年轻人。哎，博凯你好。他是李伟教授的学生还是？他是成大的学生研究所的。哇，成大离我们东区很近啊，欢迎你常常来啊哈。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啊，好欢迎你哈，请坐，有送你小礼物哈。好，再来是江正轩弟兄，正轩弟兄好。也是年轻朋友哈。他有写说自习介绍，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在这边认识的？好，欢迎你哦。好，正轩。对，还有2位，这边还有2位，一个是罗中刚，还有于佩轩，中刚跟佩轩，欢迎你2位，欢迎你们来哈。也是彭军的朋友吗？彭军认识吗？彭军的朋友，欢迎你哦我们第2堂很多年轻人，我们不缺长辈，但是年轻人缺所以年轻多一点了邀请更多人来。好，牧师再做一个提醒跟补充，就是刚刚我们请看那个长职的图卡，就是我们的礼拜程序里面有好，我看一下这一张，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呢下个礼拜就要举行年度的长职轮休改选那只有1堂礼拜，那很抱歉，因为我们时间把它定在8点40，就是第1堂礼拜的时间。我知道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可能年轻一点的比较困难准时到，但是牧师鼓励你不要说好像来不及就不来。我们大概前半段是敬拜的时间、祷告的时间、诗歌的时间那牧师分享信息完，大概就是应该也是快接近10点了吧所以那个时候你来都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会员要参加选举嘛所以呢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鼓励大家都到那如果说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在小组里面或是你个人说下个礼拜真的有事情没有办法来，那请也不要客气，跟我们的办公室说对不起，我要请假这个请假是一般读书才会请假，现在是会员如果不能来也请假请假表示说我名单要被计算在出席不出席，因为我们下个礼拜1堂礼拜，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爱餐，但是会准备便当，意思是说结束了发便当给你在教会吃，或是带回家吃，让你不会饿到了这些名单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长老这个大图表就好，大图表请到这个图表，我们记住5个长老的候选人，我们选3位，选3位，我们用祷告来选举这3位我们都在名单或图卡都有看到过了再跳过来执事有11个，我们也要选6个我们要选6个。我们现在心中祷告有这些人选你就是支持的，我们就选。所以到时候发选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是我们有5个长老候选人，你要选3个。那这一张图卡我们会按照次序名单排下去，一个表格你11个就选6位，请大家用祷告的心，下个礼拜来参与真的如果不行，我们可以请假这一次请大家一起来配合踊跃一个联合礼拜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时刻，请大家都一起来那最后再补充一个啦，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洗礼时间是12月17号，原先是10号啦因为讲师的安排的关系，我们只好延后1周如果有坚信礼的、信仰告白的、小儿洗礼的，或是成人洗礼的，你赶快来报名我们要提前找时间来做一个信仰的会谈你认识信仰受洗才有
更清楚哈，才会更清楚这样子。那还有一个点，我看一下，就是我们一个邀请哈，就是我们代祷团举办一个荣耀丰收的禁食祷告，就连锁禁食祷告。那为了配合幸福小组，还有福音茶会，我们希望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福音的收割。那我们不只是说用口头、用技巧、用聚会，而是因为有属灵的权柄、神的恩典在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一群代祷的同工、守望的同工。如果说你有感动，就像我们这个复活节前的50天一样，我们这个是21天在楼下有一个表格，你说我礼拜3方面我就填礼拜3，我礼拜5方面就填礼拜5。就一餐来做祷告。如果说你时间够，你想要说要1个礼拜参与2次甚至3次都可以。鼓励大家，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期待更多人参与在属灵的代祷勇士当中我们就补充祷告到这边我们准备了做结束，谢谢。会众请起立，吟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吟诗后，请夏牧师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与我们教会70岁以上的长辈恩典同在，也赐下平安、喜乐、健康，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年轻朋友当中，享受神同在的赐福，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请做默祷奏乐来避会。欢迎在结束后3楼我们有一个爱餐的预备，大家可以一起联谊，一起分享，感谢主。今日第2堂礼拜到此结束。请会众互相请安问候，也愿耶和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